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日前接受周刊访问的时候，大爆特首梁振英的黑幕，指控梁振英本来曾经答应让他担任行政会议成员，作为助选的回报，但是后来却反悔。泛民主派人士认为，梁振英涉嫌贿选，向香港廉政公署举报，廉政公署则是允诺会立案调查。不过，有政党及议员认为，梁振英应该立刻停职，甚至引咎辞职。社民联和新民主同盟傍晚分别收到廉政公署通知，指梁振英涉嫌违反选举舞弊条例第6及11条，将会立案调查。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期盼聯署做出公正的調查。我就期盼廉政公署咧係能夠秉公辦理、公正嚴明地咧係就今次特首涉嫌賄選咧係作出一個深入同埋詳細嘅一個嘅資料搜集同埋調查，咁釋除公眾嘅疑慮。最重要咧就係去維持同埋捍衛翻我哋香港人珍而重之嘅選舉嘅廉潔同埋公正性。社民聯則認為，無論是聯署或是律政司，皆是梁振英的下屬，梁振英必須停止查辦，以示公允。佢而家係應該立即停職，去接受廉署嘅查辦。咁就等即係以示公允啦，就等公眾唔需要擔心，即係因為梁振英仲係行政長官嘅身份而去即係干預到廉署嘅調查。人民力量陳偉業議員認為，今次聯署快速回應顯示劉的言論有表面的事實根據，梁應立即下台。咁我覺得梁振英喺咁嘅情況之下，我覺得佢別無選擇，應該立即即係辭職，令到呢一個特首嘅工作唔會因為佢可能涉及到貪污舞弊問題，令整個香港蒙羞咯。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道。